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P。今日喺 G 世代永恆裏邊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個騎士高達半人馬形態 level 20嘅打法啊。今次對大家嘅輸出咧係稍為有要求嘅，咁但係我亦都組咗係8部開發機嘅隊伍，等大家可以容易啲去參考。咁今次嘅隊伍裏邊咧，我採用咗一部 EN 藍啦，同埋一部 HP 藍，咁啊大家最好都係跟翻部隊1同部隊2分別係採用咗呢一個嘅人馬高達啦。同埋就係騎士高達，佢哋都可以今次活動裏邊獲得，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係將佢哋升滿咗噶啦。其餘嘅位置呢，就有一部嘅金迷天照啦，我係用咗300萬嘅版本，但係其實你用100萬都冇乜問題嘅。咁啊主要係用佢呢個嘅飛身地圖炮，咁啊坐翻一個單防嘅人員或者係雙防人員都冇乜問題。雙防就等你嗰個壓力可以再細啲咁解嘅啫。其餘嘅位置呢，分別就有呢一個惡魔高達啦。咁我哋係需要用到佢嘅地圖炮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非零式嘅話，亦都可以更換。部隊2裏邊亦都有一部嘅地圖炮機體啦，就係我哋嘅 DX， 同埋就係呢一部嘅鳳凰啦。我哋都係需要用到佢嘅飛身地圖炮嘅。今次嘅主要攻擊手呢，都係繼續採用翻呢個 SSP 化巴耶力啊，配翻呢個3日月。大家只要更換翻自己最強力嘅 UR 機體，咁啊，但係要留意就係佢需要喺一距離擁有住一個 EX 技啦，或者係強力嘅技能啊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嚟睇一睇今次嘅關卡。今次呢個關卡都幾得意㗎。如果大家之前有打呢個武者還陀武嘅話，你會見到佢呢就係 boss 唔識喐啦，周圍嘅機體咧就識喐。今次呢就調翻轉啦，周圍佢呢一啲嘅小兵啦，就係呢啲 GNX。佢哋嘅移動係0嘅，咁啊，但係中間呢一部嘅騎士高達呢就會周圍喐啦。咁為咗避免呢一個咁大型嘅 boss 同埋佢嗰個基本上係必殺傷害嘅地圖炮啦，咁所以呢，我係採用咗呢個封住佢4面，等佢唔喐得嘅策略，咁就可以令到佢嘅行動呢更加容易預測啦。喺畫面上面呢，我就會標示咗一啲稍為安全少少嘅位置，咁啊冇錯啦。一啲越危險嘅地方咧，反而係越安全嘅。中間呢啲嘅位置咧，佢哋所受到嘅攻擊可能淨係源自於呢4部嘅呢啲 GNX 啦，同埋就係上下嗰2部嘅 GNX 嘅啫。所以我哋第一回合只要清晒呢啲嘅盾機，並且係企翻喺呢個騎士高達4面嘅位置啊，順便封埋佢嘅呢個行動咧，就可以令到我哋嘅作戰咧更加之容易啦。好啦，跟住嚟到實戰嘅環節。喺第一回合，我哋首先係會用我哋2部嘅地圖炮機體啦，係去削弱中間呢啲盾機嘅血量㗎。咁就算打唔爆佢哋都冇乜問題，因為我哋仲有2部飛身嘅地圖炮。點解會用呢個飛身地圖炮呢？就係因為我哋需要企喺中間嘅位置。咁如果我哋係用呢一啲普通嘅地圖炮嘅話呢，我哋開完炮之後呢就喐唔到啊。咁啊變咗做係會受到外圍啲小兵嘅攻擊。咁所以我哋一開始咧就會用呢2個飛身嘅技能去 set 位啦，以及就係進一步削減中間呢啲盾機嘅血量。咁喺 step 嘅同時咧，最好都係清走旁邊呢1、2部嘅小兵啊，因為我哋之後嘅盾機擺喺中間騎士高達斜邊嘅位置咧，就會俾佢哋打到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清咗佢之後，對我哋嘅啲盾機壓力都會稍為降低少少。
咁喺第一回合完咗之後呢，基本上呢，淨係得呢個騎士高達係可以打到我哋嘅啫。咁而佢呢，就係完全行唔到噶啦，俾我哋封死晒。咁我哋就可以好似平時咁樣打返一啲防反嘅動作。嚟到第二回合，首先我哋當然係補翻啲 EN 啦，同埋補翻啲 HP 嘅。咁喺補完之後呢，我哋其實會發現啊，總共係有3部嘅盾機，以及就係1部嘅攻擊機呢，已經係足夠去封死呢個騎士高達所有嘅動作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其他呢啲輸出嘅機體呢，就可以行翻出嚟放一放風啊，順便 set 一 set 佢哋嘅位置，等佢哋喺支援攻擊嘅時候呢，係能夠去用到佢哋最大 power 嘅武裝。稍微要注意一點呢，就係千祈唔好企喺距離騎士高達5距離嘅位置，因為大家平時呢都係用開5距離嘅機體多，擺嗰個位置可能都係會熟手咁啊，擺咗喺呢啲地方嗰度啊，大家千萬要小心。おとなしくしててよ。跟住落去回合呢，我哋就可以集中咁去打爆呢部嘅騎士高達啦。如果大家有一啲射程加1啦，或者係必閃嘅角色呢，亦都可以俾佢哋作出多1-2輪嘅輸出嘅。喺打爆咗騎士高達之後呢，大家係有相當充裕嘅時間去清理埋其他啲小兵嘅。咁呢一啲地方呢，大家就當然可以自由發揮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咧就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得分享、留言同埋俾個 like 我。如果大家仲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G 世代永恆嘅資訊嘅話，歡迎 follow 我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